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是2024年7月26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45篇第10节到18节，列王记下传第3章第4节到20节，歌罗西书第3章12节到17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是一个新创造的人。牧师一再咧强调，灵性再造比这个礼拜堂的体的中间更加重要。基督信仰强调的就是灵性生命的起造，因为基督徒若准无对灵性再造开始追求的时阵，就算有更较好的硬体建筑，有更较好的设备，更较贵的器材，拢是枉然啦。特别是当咱伫咧经历伫礼拜堂建筑的过程的中间，咱嘛看到这个建筑并毋是一件真容易的事，有侪的部分需要搭配，需要合作。那么对这个灵性生命重新再造的时阵，就真容易出问题。亚哈王甲伊的囝约翰兰的生命并无有改变，因并无追求上帝的真道，甚至哪会哪歹吼？因此就拄着困境，这个困境就是摩押王的叛变。列王记下传第3章第4节到20节记载这段的事件，但是伫先知以利沙的指责引带的下面，约兰甲其他的两个王就暂时转变，特别是因为犹大王约沙法的关系。摩押王米煞饲真济羊仔，捌用10万只羊仔、10万只绵羊共的毛来往以色列王来进贡。但是当亚哈王死了后，摩押王伊就背叛以色列王。迄时约翰兰对王撒玛利亚的这个出发，调就以色列军队。相时，伊嘛派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，讲摩押王背叛我，你减要甲我做伙去攻打摩押。约沙法讲：我愿意甲你做伙去，我的就是你的，我的人民也就是你的人民，我的马就是你的马。咱要对倒一条路去攻打？约翰兰讲对以东旷野的路，以色列王甲犹大王以及以东王就做伙来出发。因呢，驶一大连，行7日的路程。军队甲对因的精神拢无水通啉。以色列王就讲惨啊！上主组织咱3个王，原来是要交付伫这个摩押人的手。约沙法讲：这减无上主先知通互咱来问吗？以色列王的一个人神应讲，以前伫服侍以利亚沙法的囝以利沙伫遮。约沙法就讲，伊一定有上帝的话。以色列王约沙法以及以东王就落去见伊。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讲：我甲你有甚物关系？你去找恁老爸老母的先知。以色列王甲伊讲：莫安尼讲，上主组织阮3个王是要将阮交伫摩押人的手是无？以利沙讲：我指我所侍奉永远的上主，万军的统帅在咒诅。我若毋是尊重犹大王约沙法，我就毋见恁，毋插你。呾着甲我叫一个琴师来遮。琴师弹时，上主的气力临到伫以利沙，伊就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恁着伫这个山谷逐所在内围剿。
因为上主安尼讲，虽然恁无看到风，无看到雨枵久，这山谷要有水满满，通互恁甲恁的牛羊种生啉。这个事对于上主来讲，也是小事，伊要搁将摩押人交伫恁的手中，恁要公判因逐个坚固的城甲水的城。草逐丛好的果子树，踢掉弄脏的水泉，用石头毁坏所有好的田园。搁早起献祭的时，忽然间对水有水，对伊动流来，逐所在有水满满。这是圣经记载，安尼上帝是赏赐迄个保守甲救恩。基督徒是被拣选的上帝的子民，是上帝所疼痛的，也因为会通得到怜悯，得到上帝的慈爱，人就爱以谦卑温柔来服侍。也因为受拣选的人，无论是受呼召的人，是选民以色列人，是先知啊，是祭司啊，是士师啊，或者是基督徒啊，拢必须爱重新被创造，成做迄个新人，有新的生命的价值，有新的属灵的画面，有新的平安，愿意彼此互助的心来相对待，活出一个新生命的见证。哥罗西书第3章12节到17节安尼讲。恁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，是伊所疼的，所以就用怜悯、慈爱、谦卑、温柔、甲耐心做三层落去。恁中间若有纠纷，就互相宽容，彼此赦免。亲像主有赦免恁，恁嘛着安尼来赦免，才会以外搁着加添这个疼心。因为听会互恁一切连结完全和好，着互基督所赏赐的和平支配恁的心。为着要互恁有这个和平，恁受拣选成做一体，搁着常常感谢，着互基督的话丰丰盛盛的点伫恁的内面。着用逐款的智慧，互相教示，彼此宽勉，唱诗歌，用诗篇、圣诗、灵歌，对心底来感谢阿罗上帝。恁无论做甚物讲话，还是做代志，拢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做，通互伊来感谢俾上帝。这是新创造生命的形式，必须爱事事为着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做，并且心存感恩来感谢上主的恩膏，是咱通得到圣神的恩膏，活出新创造的画面。诗篇145篇第10节到18节，上主啊，你所做的一切要感谢你，你圣的子民嘛要称赞你。因要讲起你国度的荣光，谈论你的大权能，通互世间人知你大权能的作为，知你国度的威严甲荣光。你的国度永远存在，你即渐的权柄线到万代。上主一切的应允信实可靠，伊疼痛伊手所做的一切。跋倒失败的人，上主扶持。受压制的人，伊扶因起来；所有的画面拢仰望你，你照是互因食物。你踢开手，互所有的画面拢照所爱得到帮助。上主一切的所做拢公正，伊的作为充满仁爱。所有求救上主的人，伊甲因亲近。伊亲近诚实求救伊的人，亲爱的主，恩典丰盛满满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，
有安尼福分来成做你中心的牧人。求主帮助阮会通谦卑，追求和平，彼此互助，来仰望上帝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